所以即马你看有吼，OK，真好，好真，OK，正常安。尼，好。伊你一个午早平安，哎，老早，老早昨暝困了好势无？无好势，是安怎？搁咧想哦？我袂想哦，我就好困诶。哦，建议遐讲最好困诶。拢互伊困去啊！昨暝有较冷啦吼。有啦，较冷啊，隔天你5度呢，无感觉啊，哦，你真正好困。好困啊。你是人无忝啊？因为有迄电炭小小好困啦。哦，无怪袂冷啦，哎呀。迄主经遐早晚买诶啦，嘿啦，啊恁嗯啊，你敢无？有啦，你嘛有嘛？啊有用无电炭啊，但是我会心冷诶啊，哦，这个较严重。对啊对啊，这歹医啦，嗯，中国差不多啊吧。嘿，来，咱请主敬兄带咱的祈祷，啊，就要开始今仔礼拜，啊，请咱甲咱的声关起来。当然啦，当心来祈祷。虽然说，阮感谢你，当阮伫患难中，阮感受到你的来安慰我；当阮孤单的时，你有甲阮同在。伫阮的生命中，虽时有乌云大怨，但是因为你的疼，轻随时出现伫阮的生命中，就是因为你的疼，我要众人来见证你伟大佮奇妙的疼。因为恁疼阮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。伫遮，我们奉主耶稣名感谢，阿门。免。走噶。
我的神啊，你着静静专务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，独独，伊是我的石盘，是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摇动。这是咱来吟诗学乐，圣诗42首，圣诗42首，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。啊，即条，请咱来起立吟圣诗42首，我的目睭要徛悬来望山。这时我来请大家来演，伫客应文15篇，客应文15篇也是诗篇65篇。这是咱要学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伊
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对呀，交代，伫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这是伫本州毕业岛就人来受为了苦，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至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啊，就天打坐伫全能被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万人甲死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救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要来启应，我来启请大家来念。伫启应文15篇，也是诗篇65，启应文15。上帝啊，錫安，伫錫安有人何落地听候你，也要对你写所下的愿，听人祈祷的主啊，见有血气的，拢要就近你。罪恶较赢我，论到我的过失，你拢要赦免。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即个人有福气，因为阮要因为你的厝，你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你管顾土地，好好管握伊，互伊栽培。上帝互伊的水满满，你安尼陪伴土地，就是替人陪伴五角。你管握田满伊的狗，收平伊的人，落好的雨水，互土地软软，其中所发生的，得到你祝福。你的恩典做年冬的绵牛，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，伊伫旷野的草坡，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。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，山谷用五谷做麻来盖。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。这是咱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约拿书第3章，咱今日所要读的是第1节、第5节到第10节。伫旧约约拿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到第10节。耶和华的话第2摆临到约拿讲：起来，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我所命令你传的，你传互伊。约拿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，去尼尼微。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要行3日走会通。约拿入城，起身行1日的路，传讲过40日，尼尼微要倒歹了。尼尼微人信上帝，就宣布禁食，最大到小，拢穿麻衫。对安尼，上帝看因的罪，有离开因的歹路。上帝就体会伊所讲，要降互因的灾厄，也无降落。咱来读汉语本。
啊，老师我遮收无呢。好，安尼我来读哈，现代中文译本了哈。上主再一次向约拿说话，他说：“你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那里的人宣告我吩咐你说的话。”约拿服从上主的命令，就往尼尼微去。那是一座大城，需要3天的时间才能走完。约拿进城，走了1天的路程，就宣告再过40天，尼尼微城要毁灭了。尼尼微城的人相信上帝的话，所以他们决定要禁食。城里的人，所有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披上麻布，表示痛悔。第10节，上帝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，看到他们放弃了邪恶的行为，于是改变心意，没有把他原先宣布的灾难降给他们。好，咱这时当心来祈祷，听阮的上帝，慈悲怜悯满满的主，阮搁一摆自集伫你的面前，阮透过网络，阮当心伫你的面前，对你来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。主，阮继续为着所面对的疫情来祈祷，虽然有这个确诊的病例有较降低，但是犹原数字真悬。每一个确诊的拢是受害的人。阮为着这个人来祈祷，也要特别为着遐个第一线在做医疗工作的医生护士，也是讲为着生活所需要咧提供服务的人，阮来献上祈祷求主你会特别。恩典甲因三甲地地保守因，当因伫咧帮助人的时阵，因家己的性命也得到主你的保守。阮搁一摆进入伫你的圣殿三甲自集的时阵，阮恳求主你的恩典甲阮三甲地地，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引带阮行你所要爱阮行的路。亲像今仔日阮所要分享的主题，来去军队助你。主啊，阮搁一摆。将今仔日的敬拜从头到尾恭敬交托你的手中，主你亲自来临在，我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做来用主祷文来做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好，今仔日的经文是伫约拿书第3章，咱有另外一个经文讲到耶稣摕这个呼召。彼得因遐掠船的人，掠鱼的人的记载吼，伫新约我会用这2个经文做伙来讲吼甲咱三甲来分享啦吼。咱知影伫基督徒受呼召吼，受呼召的目的是要创啥？咱有人讲受呼召就是要来得到救恩嘛吼。咱定讲迄个保罗讲。那这个嘴承认心相信，就要得救，所以这是基督徒受呼召的一个真重要的代志。当然但是得救毋是 period 后壁佫有亲像约拿先知共款伊是一个先知，犹太人的先知，上帝呼召伊去做某一项代志。约拿书真短，只有4章尔定。咱去看到讲。约拿伫即个受呼召的时阵，伊有无同款的作为啦吼？伊有无同款的作为？伊无马上来回应上帝互伊的呼召，因为伊用家己的想法落去解说上帝的呼召吼。这个就会产生一寡问题啦吼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要来讲的代志啦吼。
伫咱最近读经的中间，拢有讲到呼调大概即个议题啦吼。今仔日另外一个经文就是拄则牧师已经讲到了，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20节，耶稣呼调彼得的兄弟甲其他的人来跟对伊即个记载吼。要用即两个经文做伙来思考吼，当然我会去讲到其他的啦吼。咱来思考讲到底呼调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货啦吼？咱当然会用几个例吼，来讲吼。其实伫迄个约拿书内底有两个无共款的角度的人受到呼调吼。这是咱要继续来看的吼。咱来想啦吼，什么人会受呼调啦吼？什么人会受呼调？当然，对伫马可福音也是讲福音书其他的所在，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20节是今仔日个4个经文中间一个吼。咱有看到讲，即个是上元4个福音书的记载，伊记载较短啦吼，记载较短。马太福音呢18节到22节吼，会记载得较清楚吼。较清楚小可，但是嘛有较比较嘛是较短安尼吼。路加福音就是足斟酌的啦吼。即个内底咱有看到讲，因掠鱼掠无，然后耶稣伫用伊的船讲到了后，教世人了后，佮甲即个彼得讲吼，你甲船吼开去较深的所在，来拍网吼。咱伫拜五是有小可讲到即个部分吼，牧师伫咧分享的中间，有小可讲吼。耶稣甲彼得讲，你去较远的所在来拍网啦吼。但是你若照专业来讲啦吼，彼得是一个掠鱼的人啦吼。咱讲诶渔夫吼，掠鱼的人，伊就掠无啊。耶稣对彼得来讲，若阵是彼得第一摆看到耶稣借伊的船伫遐教世人的时阵，照伊所知，耶稣是一个老师，但是耶稣本身的出身是一个木匠的囝，吼。若照彼得咧看耶稣，看伊的穿插嘛，知影讲伊毋是掠鱼的人，但是耶稣甲讲吼，你船吼开去较深的所在来拍网。彼得呢，这是伊的好处啦吼。咱来看伊一生咧跟对耶稣这3冬的中间吼，伊有家己的主见，但是伊愿意改变吼，伊愿意受改变，这是伊的特色吼。咱看去伊吼，伊甲伊遮的同伴顺服耶稣所讲的话，然后就去拍网，然后就得到鱼满满。借着即个经验，互伊经验着讲，即个穿插着无成掠鱼的人，竟然叫我去某一个所在去拍网，我有得到鱼。耶稣就甲讲，借着即个经验讲吼，你毋通惊，以后你要得到人啊吼。这是咱定定咧讲得人如鱼吼，即4字咧讲，这是对遮的缘由来吼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10节吼。所以咱会当看伊讲，耶稣伫遮呼调彼得甲伊的同伴，是要来得到人亲像鱼，对伫伊本身的经验，要去经验着耶稣基督是一个大自然的奖励者，是一个人一生的呼调者。哦，咱看到彼得甲伊的同伴受呼调，哦，就。伊安尼拢总有四位啦吼。对伫咱今仔日去看另外一个经文，约拿书第3章应该是讲对第1章开始看啦吼。咱看到约拿是一个受呼调、受上帝呼调的人。咱若对倒转去看约拿书第1章的时阵，咱就知影是安怎上帝呼调伊。其实约拿是已经成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。伊是先知的后生，伊嘛接续咧做先知的工作，所以上帝叫伊去做先知的即份，其实一点仔都无超过。
只不过是有一个问题，伊甲彼得较大诶无共款伫倒位？上帝甲约拿讲，这是约拿已经咧做诶代志嘛，你去尼尼微城去宣传讲，上帝刑罚要来啊，因为恁有罪恶。照约拿诶专业诶知识来看，尼尼微城是外邦人，无应该受到上帝诶话、上帝诶启示，所以伊无爱去。咱来对比迄个拄则咧讲诶彼得，照彼得诶专业来讲，掠鱼是我诶专业啊。你一个穿衫无穿咧掠鱼诶人，叫我去过船啊，我昨暝就规暝掠无啊！你是要搁叫我安怎？伊嘛会当拒绝，敢毋是安尼？咱来看两个对比啦，今仔经文放斗阵不离趣味，互咱去思考啦，虽然咱知影约拿伊受呼召去执行上帝予伊诶任务，这个任务根本就无超过伊本来咧做诶代志，因为本来就先知啊，只不过是伊诶对象上帝有敬，上帝有敬，这有无共款诶当然，咱嘛会当真简单地举例出圣经中间济个受到上帝呼召诶人，有足济人啊我无照顺序啦撒母耳啦扫罗王啦、大卫王啦、先知以赛亚啦、以利沙啦当然伊诶老师以利亚嘛是啦摩西啦、亚伯拉罕啦、拿阿啦、以诺啦阿当啦、保罗啦、提摩太啦、斯提反啦，甚至咱讲出卖耶稣诶犹大啊，因拢受到上帝诶呼召，受到基督诶呼召，来咧做上帝要爱因做诶工。咱会看到几个无介成功诶例，比如讲迄个扫罗王啦，对无？比如讲犹大啦，比如讲咱今仔日讲诶约拿啦，是安怎上帝需要伫咱今仔日看约拿书第3章，互伊第2摆诶呼召，因为伊第1摆拒绝，第2摆呼召互伊了，伊真正去啊。但是第4章咱去看，伊阁袂爽快，甲上帝伫遐咧争论，咧争论。咱看到圣经所记载，都拢真确实伊有成功，还是无成功，拢放伫遮，互咱来看，互咱来反省，互咱来思考啦嘛有几个较特别诶呼召，比如讲耶利哥城迄个基路，过来咱过来查经要读诶外邦女子罗德，过来拯救以色列民族诶以斯帖诶防护，也是讲保罗伫即个哥林多拄着诶毕基拉、阿古拉因即对夫妇，佫有真济咱会当去思考，咱会当伫因诶故事中间去看到讲，什么人是受到呼召，然后有做好诶代志。照前礼拜诶讲道诶分享，咱看到啥物人咧呼召？用撒母耳诶例来看，前礼拜咱看到撒母耳4摆受到半暝受到上帝诶声音诶呼召，伊前3摆拢走去伊诶老师祭司以利诶面头前讲：你叫我吗？经过3摆，第4摆了后，以利才警觉到，原来是上帝咧叫伊前礼拜伫礼拜了后，牧师娘咧甲我咧讨论啦，伊讲上帝就干那互撒母耳听尔，以利毋知影上帝咧叫伊，介自然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对的啦但是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一个伫圣殿内底咧服侍上帝的人，伊减无迄种敏感性，知影讲这是上帝咧叫伊。伊到第4摆，牧师捌甲咱讲过迄
基本来人的这个文化的中间，三会当是即两三，吼，啊嘛会当意思是讲很多次，吼，足侪摆的意思，吼。啊，咱会当看讲，伊离已经失去迄个精神。你若准对迄个萨摩尼上悬第二章去看的时阵，已经失去精神啊！伊的后生嘛无受到真好的教示，吼，等等遮的，咱拢会当看见吼。所以伊尾仔才去警觉着讲，哦，原来这是上帝咧叫萨摩尼。所以第4届就讲哦，若你搁听到的时阵吼，你着安尼讲，请讲罗卜听，吼。请讲罗卜听啊，这是咱前礼拜分享的吼。所以是上帝咧呼召，上帝呼召约纳。咱会看讲约纳旧传呢，基督耶稣呼召彼得，照伊的专业来讲，啊，你也毋是掠伊的人，我无爱听你的，但是伊听吼，但是伊听。所以这有大的差别啦吼，真大的差别伫这个所在。咱来看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伊受呼召的时阵。事实上，咱来去看圣经，当亚伯兰受呼召的时阵，其实伊还阁毋捌上帝。伊对五年迄个所在来，五年是即摆伊拉克的所在，两河流域，迄是一个真迷信的所在。因出来了，对伊老爸出来了后，伊还阁毋捌上帝的声音来呼召伊。圣经甲咱做清，甲咱讲，伊迄个时阵连要去倒位，拢无清楚，拢毋知影。所以咱会当看伊讲，足侪人其实受呼召的时阵，拢毋捌上帝吼，也是讲上帝甲伊面对面的时阵，伊也毋知影讲，这就是上帝吼，这就是上帝。咱看摩西，伊嘛真类似甲撒母耳的应答讲，摩西伫拄着上帝的时阵，伊讲安尼，我伫遮啦吼。啊，撒母耳伫以利甲伊教导了后讲，请讲罗卜听啦吼。啊，迄个类似吼，类似。上帝甲摩西讲的话时阵，家己介绍讲，毋通群我来将你的鞋脱掉，因为你所踮的所在是圣地。过来讲啊啦。我是你的爸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黄面，因为伊惊看到上帝。咱来想看卖啊，如果摩西知影上帝是啥物人的时阵，上帝需要甲介绍讲，我是你老爸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吗？当然无需要啊。意思就是讲，迄个时阵才是当头拄面第一摆。伫遐领受呼召，开始来认识上帝，开始来学习来跟对上帝。扫罗要去迫害基督徒的时阵，伫路上，伫大马色路上，拄着呼召，伊也毋知影迄个呼召伊的是啥物人，所以安尼问讲：主啊，你是几罪？主的神来回答讲。我就是你迫害耶稣起来，因为城内底你所着做的代志，要有人甲你讲。所以当耶稣的神来呼召扫罗的时阵，伊也毋知影啥物人呼召伊，所以伊问讲：主啊，你是几罪？然后耶稣甲伊讲我就是你迫害耶稣。咱倒转来看耶和华甲摩西所讲的话，我是你老爸的神。甲耶稣甲扫罗讲，我是你迫害耶稣，同款的意思，咧自我介绍，咧自我介绍。马可福音第1章19节20节，咱看到彼得受呼召，受主耶稣基督呼召了后，伊讲：你对我行，你要开始来得着人。然后因约了我进前，看见西比太的囝雅各甲伊兄弟约翰。这个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甲启示录迄个人吼，伊就来招因做伙行吼，来招因做伙行吼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去看伊讲，受着呼召嘛会当招伴，所以咱讲的同工啦吼，同工。保罗其实是做真济即种的代志吼。20节讲，伊念伊招因，因就拜别因的老爸西比太甲请工人伫尊严，就来对伊伫后壁吼。
所以这佮继续来呼召，继续行安尼吼。所以招这的判，继续来行，耶稣继续来呼召。咱去看到耶稣呼召腓利的时阵，咱伫前礼拜即个福经内底有小可提到吼。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，腓利来邀请拿但业来军队伊，当然拿但业拄开始讲的时阵无介有礼貌啦吼。拿撒勒会当出甚物款的人啦吼。但是伫迄个耶稣甲伊对话了，伊就开始军队吼，开始军队伊。要安怎军队是咱要来思考的一项代志吼。咱拄则开始的时阵，一直咧讲啊吼，一直咧读咧讲即个彼得甲约拿的军队有两个足大的无共款吼。咱咧讲照耶稣基督来引出伊的12个使徒的时阵所做的代志，咱亲像讲咱伫第1点讲着。彼得掠鱼的时阵，第一届受着呼召，那耶稣甲伊讲：你甲船开到深的所在来拍网，伫遐你就会当掠着鱼。但是若照伫彼得伊的专业来讲，伊会当拒绝，因为伊是掠鱼的人，而且伊前一暝当掠无的时阵，伊会当甲耶稣讲：哎哟，你毋捌啊！你做你驾驶人就好啊，你毋莫来插我掠鱼。伊嘛会当安尼甲耶稣讲吼，伊嘛会当安尼甲耶稣讲。但是彼得无安尼讲，伊讲我已经几年掠无啊。然后伊接续讲啊，既然你讲啊吼，我就来试看觅咧，吼，就来试看觅咧。咱拄则咧讲着有足侪人受呼召的是拢毋捌上帝，其实有咱真侪。第一代的基督徒，咱拄则看到，其实牧师所记遮个阿伯兰也好，摩西也好，也是遮个其他的人受呼召，像保罗，因拢是第一届甲主相见面了，然后才听做迄个相信的军队者，然后甲接受迄个呼召，听做主的同工。伫早期台湾的基督徒真侪拢是安尼。毋捌上帝的时阵，因为一寡代志、一寡困难，然后去敲找甲主第一届见面，甲主第一届见面。咱念伊第2点是咱搁倒转来讲尼尼微城的代志啦，吼。所以咱看彼得的信上，伊做一个真好的代志，就是讲，虽然对伫伊的理性来讲，对伫伊的理性来讲，耶稣讲的。无法度接受啊，因为彼得的专业都掠鱼掠无啊嘛，规暝掠拢无啊。但是耶稣甲伊讲要安怎掠鱼，互伊去经历着讲耶稣基督是即个大自然的管理者，有迄个权柄的时阵，伊才讲你毋免惊，你过来要得着人，亲像安尼的经验。伫你掠无的所在，因为我甲你讲去，你要掠有，这是真特别的经验，特别是对彼得来讲所以，互伊伫迄个所在经历着主的恩典，然后咱嘛看着讲，当耶稣基督受难了后，因有一人走去啊，走去倒位，走倒转去原来伫加利利迄边啊，继续咧掠鱼。第一个，因是要逃闪。罗马甲犹太人的追杀。第二个，因感觉讲军队耶稣的代志安那无望啊，因为耶稣都已经定死啊嘛，所以因倒转去伫迄个所在，倒转去伫迄个所在来掠伊。那耶稣佮甲因迄个时阵，佮甲伊教讲要安怎掠伊，互伊想到起初的呼召。第二个，咱佮倒转来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。咱若出去看约拿书第4章，咱就会看到约拿伊的问题。对第1章，上帝呼召伊东北行，去到伫即个尼尼微城的时阵，伊调工南，搁要西，搁行水路，
上帝叫伊行陆上的路，伊去行水路。伊行水路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伊认为上帝是伫陆上，伫因的旷野中间的上帝。所以你看圣经足侪拢用迄个各样的人，是咧各样的人甲羊群的关系，因为犹太人的背景就是游牧民族，因足熟的，因经历上帝拢是对伫陆上的生活来伫遐经历上帝。伊就感觉讲，我若来行水路吼，可能上帝抓袂着我，所以就离开啊，用伊的理性，用伊的想法，用伊家己认为对的方式来离开上帝，来离开上帝。伫这个所在，咱看到伊照伊家己的想法去做。约拿书第4章，当规城的人悔改了后，照第3章10节，上帝改变伊的心意，无降灾。然后，这个约拿甲上帝伫第4章伫遐来争论。伊讲我早就知影你会安尼，我早知影你会安尼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上帝的呼召，互这个先知约拿，但是伊却是拒绝。但是咱倒转来看，伫尼尼微城所有的人，照圣经的记载，因通常对上悬的到上下骹，对人到精生，因拢送火符，伫遐悔改，伫遐认罪。若用约拿受呼召，甲尼尼微城的人受呼召，安尼，什么人是有军队主？当然是尼尼微城的人啊，伊嘛是有受呼召啊，来悔改啊。尼尼微城的人嘛是第一届听到即种悔改的福音，即种悔改的福音，尼尼微城是伫即摆伊拉克是伫外邦的所在。上帝找伊的先知去到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，这毋是外邦的福音，真清楚啦这就是外邦的福音。伫旧约的时代就已经产生啊，上帝的救恩亲像第3章10节安尼，临到伫遮的本地毋捌伊，本地毋捌伊，佫是离开上帝，本来就离开上帝嘛佫犯罪满满的一个国度，一个城市，一群人。上帝退火，咱的台语咱的台语教和合本拢翻译无介好势咱的中文新译本讲，于是改变心意改变心意，上帝改变伊的心意，就是因为因有悔改。因有认罪，所以要互因得到救恩。咱若倒转去看约拿书第4章的时阵，咱会当发现讲，约拿感觉讲你互我足无面子，因为我去遐伫遐甲因宣布的时阵，我行3天的时间，这个城真大，伫遐甲因宣扬讲主的刑罚要来啊，但是你互我讲的话无算话。所以，咱会当看讲，到底什么人是差遣者？什么人是呼召的人？当然是上帝啊。所以，咱会当看约拿伊无照着上帝的话来行。第一届受到阻挡，然后第3章第2届呼召伊，伊固不二三章，因为伊第2章的时阵，伊会祈祷讲安那，我要对你写我所下的愿啊。要照上帝的话啦安尼伊安尼去行，但是伊心内毋甘愿。第4章咱就看到伊甲上帝伫迄个所在咧争论。阮对上帝受到呼召，因为主是咱的牧者，亲像羊群共款来对伊来对伊。当然，主要安怎带，主的旨意是啥物货？我想这就是拢互咱来。伫祈祷中间去找求伊的旨意来显明伫咱的中间，然后咱应该爱对伊的
会引带来行吼。无论要怎样行吼，咱拢对伊，亲像今仔日4篇65篇咱的启应文所讲的，当咱若行伫个道路顶悬，就要受到大大的束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请咱阮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用那伊的呼召，甲彼得伊的呼召，互阮搁一摆来思考。阮实在是需要来追求你的旨意，来跟对主你的脚步。无论主你的旨意是怎样，阮拢愿意来顺服。兼且有当时阮用阮的理智，兼且有时阮用阮的感情。兼且阮用阮的想法来赢过主你的旨意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明白你要带阮头前所行的路，阮若对你行，阮就无惊吓。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这是咱要来吟诗学乐，上帝对咱的听。圣诗141首。圣诗141首，耶稣做咱牧者。第141首，耶稣做咱牧者。
就是要来奉献，来刷接来吟奉献的诗。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，感谢天父上帝照顾阮一礼拜拢平安有喜乐，愿真欢喜过来你的殿院来领受你的祝福。阮定定以为奉献是爱真侪金钱，也是要出真侪心力，但是伫圣经记载，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，囡仔伊乐意甘心来奉献，来成就耶稣的疼甲心意。虽然伊是五块饼两尾鱼，是真少，但是伊是真心的奉献，无论大小偌济，上帝一大宽容，咱是拢无法度切磋，无法度想的。但是伫遮，阮知，只要阮诚心欢喜来奉献，咱的主上帝，伊拢欢喜甲乐。阮的感恩，而且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请牧师来集体关怀甲事工报告。好，共款吼，咱需要做好咱的家己的保护啦吼。这个大喙暗、洗手，无说若出去外口买物件吼，拢随时扎一个酒精吼。我去教会遐嘛是用酒精安尼泼喷喷的吼，才有开门安尼吼。好，咱为着台湾这个糖这个病院的感染的问题，这医生护士来祈祷啦吼，愿上帝来帮赞吼。咱知影这个亚洲最近安尼一礼拜，逐礼拜拢有这个足强的寒流吼，咱为着这个来祈祷吼。咱这两天咱遮嘛是搁变冷啦吼，前礼拜较热安尼，这礼拜又搁落来，咱来穿较少吼。好，咱为着加州甲全世界的疫苗注射吼，疫情的控制来祈祷啦吼。即马65岁以上的拢开始咧做啊吼，咱也希望这会通会来帮助这个疫情的控制吼。好，为着教会的未来发展吼，来检讨来祈祷啦吼。为着头前的路来祈祷。好，共款咱就是伫还未温存开放进前，咱用这个网络的礼拜吼。咱拜三吼，7点要召开教会的未来发展小组，咱也请咱同工甲有想要来参加的兄弟来关心吼，若为着这个祈祷。好，29号拜五开始咱要来讨论这个路德记吼，咱就开始来讨论路德记，拢总4章尔定吼。咱可能用几礼拜时间做个分享。好牧师有要来甲大家分享这个网络平台，像我即摆咧操作这个PowerPoint 也是这个 Webex 的操作啦吼。这个训练，你若有趣味请你来甲牧师讲吼。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吼。我嘛是旧年才学的安尼啦吼，会当甲大家分享。
咱前礼拜出席20人，前礼拜拜三，迄个小组有17人吼，查经13人。即礼拜奉献700箍，吼，700迄个详细伫遮吼，就无写吼。即后礼拜讲到的资料伫遮，咱会当先来备办，服侍当工伫即个所在。好，以上，有见。这时咱要来读本周的经文，记载是诗篇62篇12节，咱来读2摆。主啊，主啊，也是上帝你，因为你照达人的所行来报应伊。主啊，主爱也上帝你，因为你照达人的所行来报应伊。这时咱来吟上言510首，学了天顶主宰吟诗说，请牧师为咱祝祷。第510首，何老天顶主宰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主的恩典甲咱三甲地地，显明伊的旨意，引导咱行头前的路。愿主的平安甲咱地地，对即条到万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走到灭岛。好，今日礼拜到遮，我来甲遮个 live stream 甲 PowerPoint 关起来，咱会当开咱的声音来分享开讲。